还把烦恼你怎活呢？还把烦恼你干活呢？那家伙呢？那家伙呢？你山里跑木叶的，你们是那里长鸡巴火的，你长鸡巴里面在把你长火呢？接下爸爸那把车来嘛水的，买下就嘛不要喊出你的路了，就玩烦了，就玩烦了，是不是的？是不是的？这个姐，现在烦了，就玩烦了，就玩烦了，是不是的？是不是的？这个姐，现在烦了。外天晚上的确实是下地的跑步，考试呀么呀搞完了我再看嘛好了，为了查个你们胡同好转看的下落，看出了嘛俺那些完了往胡了跑了，他从姐姐把也买了，下把月都干不够用，没下爸爸无语，这里飞了那几年的嘛带出真他妈不呢。姐姐个啥了木呢？买啥一次你嘛不要，就玩烦了，就玩烦了，是不是的？是不是的？这个姐，现在烦了，就玩烦了，就玩烦了，是不是的？是不是的？这个姐，现在烦了。去完那么都在车里拿了，去完那么去的马个车是吧俺了？把烦恼就把烦恼nhận了，就把烦恼把车给了烦了过的惨了。你们是那里长鸡巴火的，你长鸡巴里面在把你长火呢？接下爸爸那把车来嘛水的，买下就嘛不要喊出你的路了，就玩烦了，就玩烦了，是不是的？